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满满的恩典，在我们互相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虽然外面有风雨，但是主，我们的脚步不受影响，因为我们要渴慕你的圣殿，我们要敬拜你，要领受你的话语，要从你的恩典当中得到激励，让我们的人生因为有主的同在，我们就更加有力量，更加有确信，更加有方向。感谢主，我们要一起分享你的话语，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受雨的影响，大家一起聚集哈，我们要一起分享主的话语。那我们在过去半年的时间，我们都来一起学习标杆人生。那最后总括的这一个主题就是人生的目的，就是为福音的缘故来传福音。所以今天也算是一个ending，要用这一段经文跟大家做一个更大的确信，也准备要迎接我们下半年重要的福音事工哈。那我们刚刚读了2段经文，第一段是《使徒行传》5章38到42节。因为我们投影片的关系，没有办法看前后文了哈。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圣经，你可以试以稍微翻一下。这段经文就是在五旬节之后彼得跟这些门徒呢，他们在耶路撒冷，因为圣灵的降临得到了能力，开始传扬福音。很多人因为圣灵的大能开始信主了，他们说方言，他们做宣告，他们做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就这样。整个耶路撒冷城就轰动了。我们知道，在2000年前耶路撒冷也不会太大所以呢，这整个城都好像被翻动一次一样。难怪呢，当时的那个大祭司以及所有这些会堂的所有的一个领导者，他们心中很大的恐惧跟害怕。害怕什么？因为这一群人不要下来要干什么事了。因为他们之前才把耶稣钉十字架，耶稣死了，以为事情解决了，没想到问题对他们来讲更大更麻烦，因为这一群人变成小耶稣了，这一群人放胆宣扬主的话了这段经文就在讲说，那这一群领导，这犹太的领袖怎么办？把他们抓来审问这段经文这样子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在会堂里面，这个议会里面，听了这些门徒的陈述，对不对？准备要做审判因为他们的会堂这些领导者是有办法，有那个权柄来审判他们所有以下的这个百姓。但是当中有一位叫做加玛列的法利赛人，他就独排众议，他就讲了这段话，就说这群人我们要怎么处置他呢？他说：对于现在这件事，我告诉你们，不要跟他们作对。竟然是这些有权力、权柄的人、有权力的人说不要跟他们作对，由他们去吧，冷处理就对了。不要惹他们因为呢，如果他们所计划所做的是出于人，就一定失败。换句话说，他们在猜测到底这一群人有什么能力，竟然一群人能够翻动这个世界，翻动这个耶路撒冷城。好了，这个加玛列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建议：如果是人的方法搞组织搞群众运动，应该一下子就消逝了嘛。所以他说不要理他，冷处理，他们就一定会失败啦。但是呢39节他说，如果呢出于上帝，那你们更不能击败，我们就不能击败他们，这等于不要惹他们了，是上帝的旨意嘛。所以加玛列他存留了一个可能性，他可能心中在说思考说，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这群人多么厉害，因为这群人当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才跑得落荒而逃他怎么变成这样子啦？他心中自己在蠢度说，一定是神的工作，所以他就劝告这群人说：这些议会的领袖说，你们不要阻挡他们，因为如果
是出于上帝，让你们曾经跟上帝作对，所以他们真的接纳了加玛列的意见，接纳光接纳，但是呢，怎么样，还是不能让他们这样子就过去了。他这样说，他们就把使徒叫进来了，鞭打了他们。虽然不处理，但是用鞭子鞭他们。所以你看这一群人，他们在上帝面前受苦，而且还除了鞭打之外，就命令他们不能再用耶稣的名讲道。换句话说，你们不能借耶稣的名义来传福音就这两件事情，一边打他们，一边训诫他们不能用耶稣的名来传福音，然后就放他们走了。不过我们感到非常感动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些使徒，他们不会这样说：“哎呀，主啊，我为你传福音，我牺牲一切，竟然要被抓、要被打、要被审问。”他们不是这样子，他们觉得他们得了一个荣耀的冠冕，为主被鞭打，伤痛难免，但是呢，他们说因配得为耶稣的名受凌辱，心里非常的高兴。有人受苦会高兴的吗？不小心摔伤，你会觉得高兴吗？你会责备会骑机车不小心被撞到了你会心里很不开心，对不对？但是这群门徒他们这样子，而且他们还不受限制。虽然议会给他们规定不能这样做，但是他们怎样？他们仍然天天在圣殿和家人、和个人的家里面不停地教导人，而且怎么样？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一群基督徒，他们这样子勇敢跟当时的掌权者对应。我们顺服神是应当的，所以你叫我们不传耶稣，我就偏偏要传，因为我顺服耶稣基督的命令。那这个是当时基督徒一种产生大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因为他们的心尊主为大。那第二段经文就是保罗他所做的见证，他自己宣告他的一个福音的立场。他说因为无论对什么人，开化的没有开化的，学问的没有学问的，反正一切所有的人，他说我都欠了他们的债。保罗用这样的方式对那个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做宣告，所以他的态度是这样子：我迫切的要把这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主传福音，我没有任何感觉羞愧的，任何感觉不好意思的，任何感觉好像有一点这个心虚的，没有。我为了福音的缘故，好像就是整个人充满了那个能量而且他相信说，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福音是有权柄的，福音是有能力的，福音是带来改变的，福音是带来医治的。他说要拯救一切的信的人，先是犹太人，而后外邦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回顾这一群门徒，这些基督徒，他们传扬福音，他们就是耶稣的见证人。但是他们为主见证是付上代价因为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他是在报道解释使徒的小宗跟福音的工作，而他们竭力传扬的就是耶稣基督。前几天我跟我们硕罗长老还有龚医师他们去参加的一个研习会，那负责教导的张炳聪牧师他就特别强调说，其实使徒行传他也没有一个一个把所有12个门徒都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只讲了2个，主要的就是一个是谁？一个是彼得，他是对犹太人传福音的；另外一个更多的篇幅就是谁就是保罗。所以你说使徒应该是一个一个都讲完所以应该这个使徒行传更正确的名称就是圣灵的行传。圣灵的形式，因为耶稣应许赐下圣灵之后，整个门徒完全被改变了。他们就勇敢努力不间断的为主传福音，所以使徒们在传扬福音不断的遭受逼迫，但是他们丝毫都不屈服，因为他们把这件事情看作是一种荣耀，而且坚持传扬
这是使徒行传所做的见证。使徒行传在见证初代教会他们怎么样在所有的逼迫的环境之下，勇敢为主传扬福音。所以这段话有讲到说，他们被鞭打，鞭打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不对？但其实呢，它在原来的意思是，希伯来圣经的意思是皮被剥掉的意思，一甩下去，整个皮就皮开肉绽了，那种痛，不是简单的红红的，对不对？我们知道台湾最近常常有人在提议说，台湾很多人太搞怪了，不好好惩罚不行，特别是酒驾的，说最好是引进什么新加坡的什么鞭刑，对不对？鞭刑。我们曾经看到一些影片，那些犯罪的人被鞭刑，他整个人被抓起来，然后把衣服脱下来，屁股露出来，然后用鞭打的，他整个皮都有点红红的裂开了。听说要躺在床上1个月。这个鞭打，门徒被鞭打比这个更严重，因为有时候打几下就受不了了。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之前一个非常出名的影片，就是耶稣受难记，对不对？受难记，耶稣不是被抓到公会那边被鞭打吗？哇，他那个拍得很写实，对不对？那些兵丁一甩下去的话，那个皮因为那个皮皮鞭的前面有一个钩子，一甩下去，整个皮就绽开了。门徒是受到这种惩罚的。在旧约有提到这个鞭打的一个刑罚的规矩申命记25章1节提到说，刑罚的时候不能连续鞭打超过40下。换句话说，人最能承受的40下已经足够了。你再打下去，他要不是昏倒了就是没命了你再打他也没用打就让他痛的受不了你说打到最后已经没有知觉了，还打干嘛？那只是出你的怨气而已他说，大部分打不到10下，皮肉就会绽开了，流血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书后书的11章24节有一段话记载说，保罗被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他不讲39下，就讲40减去1下。什么意思呢？因为在罗马这个法律，你超过40下就违规了，对不对？那就是说39下没有超过这样子。像我们酒驾到一种程度，你再超过就被罚了，对不对？好，那表示什么？这个鞭打是真的很严重的。但是这个没有办法阻止保罗，因为保罗仍然去传福音。牧师要今天一个简短的方式跟大家分享说，保罗跟这些门徒他们传福音的5个理由，圣经里面都有记载其实原因就是下面这些理由，他们为什么要传福音？第一个，因为欠了福音的债。罗马书1章14节说，因为无论对什么人，开化的没有开化的，有学问没有学问的，我都欠了他们的债。这个债是一种属灵的债，这是一种要灵魂得救的债，好像这些还没得救的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这种心中的一种催迫感，导致他们什么事情都要去把它完成。各位弟兄姐妹，一定会难免有欠债的时候。其实牧师有一种很大的一种习惯，可能从小就养成了。有时候被贴了一张那个停车券你想说不缴也没关系，反正到时候寄单子来就好。但是好像觉得放在口袋里面就感觉很不舒服，一定要赶快把它缴完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心情了我们欠了别人的钱，感觉不处理，好像觉得心中很亏欠。所以保罗就用这种心情了。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欠了债，他必须要赶快去处理有时候要向国际的货币基金会去商讨说怎么样减轻外债。台湾呢最近这一段时间都跟中国产生一些外交的竞争，对不对？中国很厉害，他会找一些专门欠债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很贫穷他就说我用钱给你他们为了减轻他们的债务，就接受了中国就把我们台湾踢出来了这些都是一种
债务的问题。那我们个人欠债更麻烦了，因为你没有还的时候会失去信用哦，像银行贷款也贷不到了你信用卡要被锁卡，那怎么办？一定要赶快去处理。那我们人跟国家的这种心情呢，我看我们在欠了福音的债，这种心态是更积极的，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觉得神给我们一个债的想法。所以保罗看耶稣自己信耶稣的事实跟过程，他认为他欠了福音的债，因为以前他逼迫基督徒嘛，他因为曾经逼迫基督徒，但是在这种罪人当中，他是罪亏耶，他自己认为说我是最该被处罚的，竟然蒙了恩典得了救，因为他在往大马士革的路程当中，主的光照了他们。上一场牧师口误了，讲了说是那个以马忤斯，不是，是大马士革，大马士。好了，因为他觉得万人当中我最不配得到的，竟然得到了，所以他认为任何人都超越我，他们都应该得到这个福音。所以他为了还福音的债，他是觉得一生还不完的，所以他就一生奉献给主了。第二个，福音的大能。罗马书1章16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他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好像蛮抽象的，对不对？但其实呢，保罗他的心中的基础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救活人类的能力。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宣告，因为人如果没有透过耶稣的福音，就不能得救就不能得到永生的生命。那这个不是救人吗？所以耶稣的福音是救活个人、家庭、社会、国家跟民族的，是一种超越肉体的能力。所以在英国，在19世纪的时候，是一个属灵大复兴的时代。当时有一个非常出名的首相叫做威廉·格莱斯顿，他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呢，因为他的能力很好，所以连了世界的4次的一个总相，但是在19世纪非常让人家记忆深刻的一位首相。当时的有年轻人问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方法让这些伤痛、这些青年我们社会的一些受苦的人能得医治呢？怎么样治疗他们呢？”这位格莱斯顿首相就回答说：“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其他的方法。因为无论是医生，无论是任何的心理治疗，只能治外在的。”但是心灵的医治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救了我，也救了家庭，也会救这个国家。这就是这个首相的一个小片哈。第三个是一种信念，他说我不传福音便有祸了。保罗说，我没有理由为着传福音而夸口，因为我不过是奉命去传的。好像他是被一种使命抓住了，他是在传福音这件事情是没有说 yes 或 no 的一个资格或是一个权利，就是说我只能做，就是好像一个奴仆被主人差遣了，你不能说这个事情很困难，这事情很麻烦，这事情我做不来，没有这个事。他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所以这个表示一种我们现代的称呼叫做神圣的不满足感。我们知道我们人呢有很多的需求，对不对？你喜欢吃美食、穿好的衣服，喜欢去旅游，很多事情是多益善。但是我们常会讲说，这个不满足感也不能太超过了，因为这个可能会危害你的身心我们年轻人呢喜欢打电动或是看影片看得太多，也会超越你自己的。但是有一种不满足感是神圣的，是因为对灵魂的得救，觉得一个不够，2个还要最好是5个10个，这个叫做神圣的不满足感。
是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上帝的国。所以呢，在19世纪有一个出名的就是卫斯理约翰，他一生被主所重用，传了福音，在英国、在欧洲以及在美国做了非常大的一个翻转所以我们说那个时候的属灵大复兴，很多英国那个时代很多人呢奉献为主传福音，包括很多人从英国来到台湾传福音，很多都是被约翰卫斯理他们那个灵命大复兴所影响。后来我们知道卫理公会就是从卫斯理约翰他们所传过来的。他在年老的时候，87岁的时候还写给一位亚历山大麦德写的这一段话，这段话也等于是他一生的告白。他说：“请派给我100位，除了罪以外什么都不怕，除了上帝以外什么都不要的传道人，派给我100个就好。”就像基甸他被上帝所差派要当士师，就筛选，这一群人唯一的目标就是罪以外什么都不怕，上帝以外什么都不要。这群人不一定是读神学院的传道人他说平信徒神职的人都无所谓，他说只要有100个这样的人，就能打破地狱的门，才能在世上建立上帝的国。所以各位，我们知道说不是人多，而是同心，不是因为有什么能力，有什么权柄我们有什么才能，有什么经济上的资源，这些是附带的。要一群愿意为主摆上、愿意为主牺牲的人，就能打破地狱的门，建立上帝的国。所以保罗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表示保罗把传福音看得跟生命一样重要。第4个理由是什么样？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这种我们从内心得救，感受到一种满满的能量跟爱。这些爱，哥林多后书5章14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得救不是有条件的，也没有什么可夸之处，全部是上帝的恩惠跟慈爱。当你你的心灵被耶稣的爱所驱使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禁不住要跟人家传福音，我禁不住要赞美神，我禁不住要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知道教会很多非常可爱的弟兄姐妹，他们风雨无阻早上在下大雨的时候，有一群同工，他们穿的雨衣，或是躲在屋檐下要来指挥交通。我们在里面吹冷气，我们在里面享受这个温暖，但是他们被淋雨。为什么会这么做？很多弟兄姊妹参与各样的服事，完全是因为他们被耶稣的爱所激励了。因为感觉做这件事情很光荣，这件事情心中满有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虽然能力不足，但是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了我。虽然我口齿很笨拙，虽然我唱诗歌不能唱得像那些歌手那么的好，但是这个无妨因为神的爱激励了我愿意被他摆上，因为上帝的大能跟着我们所做的事情就能够成就。基督的爱让我们参与的福音的行动。最后一个是主为我们开了门，福音的门一打开，我们就看见很多事情就水到渠成了。我们台湾长老教会基督长老教会已经150几年的历史了，我们曾经过很多不同的时段，有些时候好像福音的门打不开，教会永远是那个人数有时候还凋零到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台湾的教会呢，人数是减少的特别是在贝加运动之后，台湾的社会改变，我们工业化，很多人口都挤到都市来了，很多乡下的教会会有减少很多不知道跑去哪里，因为他们来到都市就迷失掉了。有的是不敢去教会，因为跟都市人有点隔阂。圣经哥林多后书2章12节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
主也为我开了门。保罗这样见证说，不是我有什么能力，是因为主开了门，我传福音就有果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台湾是真的是一个恩典的地方，我们所看见世界很多地方门是关的耶，而且是受逼迫，很困难的。我们知道全世界呢，回教或是佛教，特别是共产国家，福音的门都关上了。记得去年有一位来我们这边分享的林正路长老，他呢跑到北韩去，对不对？他听说在那边好像挖矿石而且还做生意哈。他是一个基督徒，去那边很小心翼翼，因为你不能随便让透露出来，让他们以为你在传福音。哇，在北韩这个地方不是好惹的，对不对？但是他还是很用心，想找机会把福音传出去。那我们最近有2位牧师来我们这边服侍了，大家都还印象深刻。第一个就是王真乃牧师，他现在已经接待好多位这个从非洲布吉纳法索来的医学院的学生，他准备要带他们环岛去拜访，去经历台湾的一个进步跟一些非常棒的一个医疗的设备。但是他不能用牧师的身份在布吉纳法索传福音，他要用医疗人员的身份。但他就希望能够来开启这个福音之门，因为布吉纳法索这个地方是回教的国家，不能公开传福音。但是他很努力、很用心，所以我们教会很多人都支持他，为他做奉献。还有一位我们才经过一个属灵的一个浇灌，黄以诺牧师来带领我们一个圣灵的复兴。谢牧师也是跟他谈话，他讲了这一段。他说，在中国他不能用原来的名称，他原来这个名字不是他的名字他用一个圣经的名字，为了在中国他不能把自己的所有的内容都公开，因为会被查，会被抓。但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他又看见很多乡村、很多都市、很多的一个教会，他们有点像是地下教会，很需求、很渴慕，所以他就用不同的身份，在网络都看不到他的名字。你查黄以诺，没有人知道他，因为他说要隐姓埋名，才不会被查到。他是为了要传福音。有一次，因为公安来检查他们聚会的场所，哇，大家吓得不得了。同工赶快跟他讲说：“从楼上从外面的窗户跳下来。听说他的脚受伤，治疗了一阵子。”各位弟兄姐妹，我举这些例子是说，我们台湾是多么幸福的一个地方，因为你随便都可以骂总统、骂市长骂任何人。那这个福音让我们有机会把它传开，我们怎么不抓住这个机会？所以台湾呢，这个福音的门是打开的，只要你有心，你是被耶稣的爱所激励，你就会对所有你身边的人，你能够影响的人，有一种心灵的负担，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所以我们不能失去时机，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门会被关上。因为时间的关系，等一下我们要请瑞平传道来分享他刚刚去韩国传福音的一个很大的经历那时间有点不足，那牧师分享到这边。我们今天下午，我们的幸福小组的同工要开始聚集，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讨论，一起来规划，一起来建议怎么样在9月开始，我们第3期的幸福小组要推动了。我期待不只是在名单上有的名字才传福音没有我的名字跟我无关，不是。我期待我们都被刚刚我们这个5个理由被吹破了，求主保守我们透过幸福小组的福音事工，打开我们亲友、同事、同学、邻居这个福音的门。我期待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有个心里面的一个满满的负担，说主我要被你所用，我要一起跟主来传福音。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瑞平传道来分享他去韩国传福音的经历非常棒的一个分享，拍手一下好不好？来。안녕하세요。这是我唯一还记得的韩文，从韩国回来之后，剩下都忘记了。好，
其实这个很特别的经历，可以到韩国去做短宣队这个活动。刚好也因着我上间实习教会新丰教会，他牧师的带领，他带了一些同工一起到韩国参与这个活动，他就一起邀请我。那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在这样子的短宣队。那其实刚刚牧师又有提到，就是基督徒慢慢在减少的这件事情。在韩国，在35年前，他们的总人口有35% 的总人口数是基督徒，但在过了30年后，今年只剩下25%。所以在短短的10年，韩国整个基督徒就少了10%，非常多的一个数字。在台湾现在只有大概6.47%的基督徒，但这些基督徒当中，又只有49%平常礼拜天有在做礼拜，51%平常是没有在做礼拜的。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福音、耶稣的这个好消息以及宣教是非常迫切，而且是非常需要的。在韩国这几天当中，更新了我一些眼界，在台湾我没有看见过的。在台湾或许参加过一些短宣队，参加过一些所谓宣教的一些营队，但在这韩国让我看见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些去参加的这一次的短宣队是办的第8届，是第8年。在这8年当中，有许许多多台湾的教会的同工，有些是长老教会的，有些是他教派的同工，一起到韩国去跟韩国当地3一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去宣教。那事实上，韩国3一教会他们在过去20几年来，每一年在暑假、寒假，他们也派了非常多的人来到台湾，特别是台湾的乡村，特别是台湾的一些海边的教会，他们在那边帮忙短宣，帮忙许多的营队。这次从台湾一起到韩国的总共有77位，除了有一些牧师之外，也有非常多的青少年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营队，大家一起经历在这个短宣当中所经历到神的恩典。我要从教会这间韩国3一长老教会地下室的餐厅开始说起一个故事。在韩国的3一长老教会，它的地下餐厅，它是每天3餐都供应。它供应的对象不只是给他们的会友，因为他们有1个礼拜有20几场的礼拜，所以他们提供给他们的会友，可以让他们吃早餐、吃午餐以及吃晚餐。除此之外，他们也提供给附近的流浪汉、附近的街友、附近需要的人，可以给他们有这些餐食，让他们可以得以饱足。在第2天的早晨的时候，我们这些台湾的同工聚在一起吃早餐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远处有一个人在呼喊，他讲了噼里啪啦一大段的韩文，我没听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后来我们问跟我们一起翻译的随行翻译的一个韩国的牧师，他说这个街友他在呼喊说世界末日要来了。他说没有盼望了。他说我的生命不知道该怎么办。事实上，我们身旁或多或少，或许你有遇过这样的人，他不见得是街友，他可能是你的家人，他可能是你的朋友，他可能是你所认识的某一个人，他可能曾经对你发出过这样子的呼喊，告诉他说他的生命当中没有了希望，他的生命当中没有了盼望，他的生命找不到方向。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当我们遇见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予他什么？实际上，在这8天当中遇到很多事情，我们很难在10分钟之内短短的把它讲完。但是我会尽我所能的把我所感动的事情跟大家分享。这是韩国3一长老教会，我刚刚所说的这间长老教会，它有3个意向，特别是第3个意向，他说他们的教会借以宣教的服事，它要成为世界邻居的教会，这是他们教会的意向。他们说，他们认为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是需要福音的地方，他们就会奔跑过去。这是他们的精神指标，而且他们觉得宣教不是单一次的，不是只去一次就结束了，而是要持续不断的到那个地方去宣教，将耶稣的福音可以传到那个地方。这是他们一个宣教最重要的目标，这也是他们教会非常大的意向。事实上，这间教会非常的年轻，这间教会有15000人，我大概观察一下，大概有70%以上都是年轻人，但这些年轻人，我在他们生命当中看见，他们是一颗宣教的心，
在我们这8天多的宣教的营队当中，他们每一个人都请假，把他们的年假空下来，每一年就是请假，为了要去参加这个宣教的营队，因为他们心中有这样的热情，心中有这样的渴慕让他们在韩国那个地方的人可以听见更多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他们教会里面，这是从1楼拍进去的样子，非常的大。而我刚刚说，他们每一年都会有海外的宣教，他们除了到台湾、到日本之外，到他们这个礼拜开始，他们也会到缅甸、到柬埔寨去宣教。而我们这一次台湾的同工跟着韩国900多位的同工，我们一起到了东海江陵的地方，那个地方离首尔还要再开车3-4个小时才会到，而那个地方就很像台湾的茄萣，很像台湾的嘎丁亚这样，就是一个渔村。但是你走几步又很像走到台湾的垦丁，旁边有一个是观光胜地，有一个海滩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在那个地方，我说它很像一个小渔村，在那个地方事实上并没有住非常多的人，而且住在那边人都是一些老人家。所以在那个地区，在江海东林地区，它大概有40万的人口，但真正有知道接受耶稣基督成为基督教的人，大概只有4%，大概只有15000，大概也跟3一教会的人数差不多而已。所以他们还有非常多的人还没有听见福音。而我们在出发前2天，我们是台湾人，所以我们不会讲韩语。出发前2天，我们都在疯狂的练习韩语。但是我刚刚只记得안녕하세요，其他已经忘记了。我们前2天就在练习这些韩语，如何用韩语跟韩国的当地人传福音，如何跟当地人讲4律，如何跟他们讲耶稣基督的好消息。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到当时我遇到一个韩国的阿嬷的时候，我是拿着这个册子，然后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念的，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听得懂我在讲些什么。但是我在这样子跟他念的过程当中，虽然他可能听不太懂我到底讲了哪些字，但他非常认真注意的听我到底在跟他讲些什么。当然，我们旁边也有一些韩国随行的同工，他会告诉当地人说我们在跟他讲些什么。但是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宣教是超越语言的，宣教是超越文化的，宣教是你愿不愿意踏出那一步，去尝试你不敢做的事情。这是我服侍的那间教会。我说台湾有77位同工，跟韩国3一教会当地900多位的同工，我们被分散在东海江陵地区，大概30-40间的教会。这是我被分派到的教会。这间教会看起来很漂亮，但这间教会只有29个人在聚会。他已经在这边10年了。这个牧师说看到我们很开心，为什么？因为他说在这10年当中，他一个人服侍很孤单。他在那一个人服侍一个人服侍10几年，但还是说29个人，他觉得好孤单哦。他看到我们宣教队去，他感到非常的开心，因为有人可以帮助他。所以在那个贫乏的地方，在那个灵性贫乏的地方，更需要有人持续的去关心。我想在台湾也有许多的地区是如此的。我刚刚说他在旁边有个很漂亮的海边，这是跟我们一起同行的。这是跟我一起同组的这些队员，大家会发现这些队员不是我刚刚所说的年轻人，很特别。我跟着这些队员，他们都是阿嬷级的，都是阿嬷级的，所以我跟他们讲韩文，他们可能听不懂；我跟他们讲英文，他们也听不懂。我们只能比手画脚。好，但是我发现这群阿嬷很可爱，这群妈妈们很可爱。我等下会继续讲这些妈妈们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这是我们所带去的物资。我说我们到当地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去宣教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多的这些长辈，所以我们送给这些长辈，我们去街头布道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带这些礼物是酸痛贴片，我们带袜子，我们带一些可以让他们日常生活可以使用的东西。这些对他们来说是最实用的。我们不可能送这些阿公阿嬷科学面嘛，送糖果饼干不可能的呀。所以我们就带这些酸痛贴片当做礼物可以送给他们，我们就一个一个准备。最右边是那间我刚刚说我服侍那间教会里面的样子。好，那我们就一起的包装，一起的服侍。特别我要说旁边那一张有3个小女孩，大家手上看到拿什么吗？科学面哈。
我们特别带台湾的科学面要去当礼物给他们，他们非常喜欢吃科学面。但为什么要讲这3个女孩？我刚刚说我这个小组非常特别，除了有一些妈妈、有一些阿嬷之外，有3对的家庭在我们当中，而这3个家庭，他们带着他们的小孩一起来宣教。当我看到左边那个妈妈，她小孩非常的小，但是她就带着她的小孩一起来宣教。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说带小孩很麻烦，有时候出去玩还是干嘛就觉得麻烦了。但是他们韩国的教会，他们的父母是带着孩子一起去宣教。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宣教是从小开始的，宣教是生命的一个传承，生命是影响的。他们也不怕说这些小孩在旁边吵，小孩在旁边闹，但他们依然带着小孩在旁边，看他们父母如何宣教，看他们的父母如何陪伴这些长辈。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就知道这就是一个榜样，这就是一个模范，这就是一个他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对象。而我们就开始去街头布道。我刚刚说我的韩语还要拿着本子，然后慢慢看，慢慢看。我很怕说我没有办法好好的讲好，然后把礼物送给当地的一些人这样。但我后来发现，我准备太多，想的太多了。有时候我们在台湾，我们可能想说我们要去街头布道，我们要准备什么样的福音单张，我们要怎么跟别人传福音，我们要如何讲我们的生命见证，我们要如何才可以清楚的表达什么叫做福音。但在韩国当地，他们的这些同工，他们只做一件事情，把礼物拿给遇到的人，跟他说耶稣爱你，然后就邀请他来教会，就如此。有时候我们就想说，一定要跟他讲你的生命见证，你一定要跟他说耶稣怎么改变我，耶稣怎么爱我，耶稣怎么样的去调整我的生命。但没有，他们只做一件简单的事情，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在教会隔天办的一个小小的小组。后来隔天来了很多长辈，我们在教会举办的小组举办了一个餐会。这些阿公阿嬷，我问当地韩国同工说，他们是第一次来教会吗？他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吗？他说不是，事实上这些来参加的阿公阿嬷，他们是1年来1次。就是当韩国短宣队来到这边的时候，他们才来教会。但是他说没关系，就算他们1年只来这么1次，他们因为这一次可以得到满满的恩典跟祝福。所以我们在当中，我们就服侍这些长辈。我们还看到这些我们小组当中的妈妈，他们会煮人参鸡，然后煮了非常多韩国道地的料理家常菜，然后就跟他们一起玩游戏，跟他们一起看影片。我们也跳舞唱歌给这些长辈们看，给他们听。他们也玩 bingo， 然后玩非常多的游戏，跟他们一起同乐。而在这些过程当中，我刚刚说我们这一组都非常多的长辈，但是我们这一组的长辈，他们居然是跟这些从社区、从乡村来这些长辈玩在一起。他们就很像好朋友一般，他们就好像，你看最右边那个，他就抓着那个阿公的手，他忘记要玩什么游戏，抓着他的手举手要回答问题。他们没有在管自己几岁，没有管这个是不是他认识的人，他没有在管他们到底背景差了多少，他们单纯就是有一颗热情的心，单纯一颗宣教的心，把这边的每一个人当作是自己的家人，像接待自己的朋友一般。吃完饭之后呢，下午我们宣教可以做些什么？我说我们台湾区的同工韩国的语文不通，所以呢，我们就趁在下午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帮当地的这些长辈们按摩，帮他们敷面膜，帮他们擦指甲油。你就帮他按摩啊，帮他擦指甲油，帮他敷面膜。特别是敷面膜，第一次来帮人家敷面膜，而且还是这些长辈们，很怕弄痛他们，你知道，我不知道怎么敷。但是在敷面膜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帮人家剪头发，帮他们烫头发，我们有一些造型师跟我们一起去。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们躺着，就是一个一个躺在那边，什么事都不能做的同时，却也是传福音的好机会。你看那个韩国童工在那边烫头发不能乱动，对不对？他就过去为他祷告，他就过去跟他讲福音。当那些阿嬷躺在那边的时候不能动，就跟他们聊天，就跟他们继续讲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一个简单的媒介，只是透过为他们服务、为他们按摩，但是你就更靠近跟他们的关系，你有机会让他们可以听见福音。我们就这样帮他们按摩，帮他们擦指甲油，帮他们敷面膜这样。然后我要特别讲这个韩国童工，他让我非常感动。我刚刚说这阿嬷他们躺在那边，对不对？但这个韩国的童工，他也跟他一起躺在那边。他也跟他一起躺在那边，陪他聊天，陪他祷告。我在想，如果换作是我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做，我可能要思考一下，我才有可能躺下去跟这阿嬷一起聊天。但我说他们去宣教，他们带这样热情的心，就好像他们去对待他们自己的家人一般。旁边那个童工也是，趁他在敷面膜的时候，就把他手抓起来。问他要不要祷告，就为他祷告。而当时有一个童工问我说：“我要不要为其中的一些阿嬷祷告？”我说：“可是我不会讲韩文，我只会讲中文跟台语，这样怎么帮他们祷告？”这样，他说：“没关系啊，你就用你的华语为他们祷告，没关系。虽然说他们可能听不懂，但是你那个对他们祝福的心，你那个愿意对他们宣教的心，他们也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我要再说一次，有时候我们觉得宣教很困难，好像一定要什么语言用什么样的很棒的信仰知识才可以感动别人？有时候很单纯的一颗心，很单纯的一颗热情的心，就有机会去感动别人，让别人听见到这个福音。还有一个机会，我们去到了韩国的军营去宣教。要进去之前，我一直以为说韩国军人会长很帅，可能是被《太阳的后裔》所影响，想要没有进去会像宋仲基这样一样帅。就进去发现，我好像都比他们帅。OK， 好。他韩国军营也是个非常特别的军，我不知道在座可能除了男生之外，可能没有什么人有机会进去过军营。在韩国的军营当中，我们以为它会是个非常严肃的场所，它会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注意非常多规定的地方。但是我看这些韩国童工进去的时候，我们跟着他们一起进去的时候，我们对着这些军人，我们带着披萨，带来可乐，我们一样有一些表演，我们一样有一些舞蹈，一些歌曲。之后也跟他们一起进行活动，之后一桌一桌的就坐下来陪着他们聊天，为着他们祷告。就在这个他们当兵非常压力非常大的时刻，福音就可以进到他们的心中，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听到这个福音，让他们有机会透过这些宣教队，让他们可以去了解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中午时间到，大家肚子饿，好像不该放这一张。这我刚给大家看，这些韩国妈妈很会煮饭。OK， 好。所以，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在这几天的服事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场宣教它事实上蛮辛苦，我们每天早上大概5、6点就起床，一直忙到晚上10点、11点才结束，然后连续了4、5天都这样子。事实上是个非常辛苦的旅程，事实上是个非常辛苦的过程。虽然说我刚刚这样讲的好像很有趣，然后非常的好像很开心的感觉，但事实上是个非常累的过程。我想，当我们愿意投身在一个宣教的事工当中，我们必须摆上的是我们的时间，必须摆上是我们的金钱，摆上是我们的生命。在这些在韩国的教会，他们对我们这些台湾同工真的付出非常的多。但是当我们台湾的同工，我们去到韩国的时候，我们只有出了我们来回的机票钱，剩下所有的吃啊、住啊，都是韩国教会所奉献的。包括当地900多个韩国宣教队全部的支出，他们的住、他们的吃，也都是教会所奉献的。因为他们知道，宣教是必须付上一切代价的。他们知道这个不是金钱可以衡量它的价值的。
他们知道这个宣教只要投出这样的热情，虽然不是马上可以看见成果，但他们知道这个是有价值的。所以最后我要分享几个我在这次短宣所看到的东西。在韩国的教会，这些阿公阿嬷们，或每一些这些同工，或这些爸爸妈妈带他们小孩，他们进到教会第一件事情，或到我们宣教这样第一件事情，他们是先坐下来祷告。他们是先坐下来祷告，安静的坐下来祷告，之后再开始他们接下来所要做的服事。祷告的时候，神在动工；但是不祷告的时候，往往我们都只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在做。而信仰的生活也是让我们的不可能遇见耶稣。我说我一个台湾人到韩国去宣教，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好可怜，韩语没通但是在这个不可能当中，我再一次看见了信仰生活的那个必须依靠的对象。我说我们去韩国宣教，事实上是韩国的这些教会的同工在对我们宣教。我们看见他们生命当中的热情，我们看见了他们突破了许多的限制。他们在那个看似不可能的地方，他们愿意去宣教，愿意将他们的热情投注在那个地方。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在不可能当中，我们可以去遇见耶稣。还有就是我刚刚讲的，宣教就是奉献的心，奉献你的钱，奉献你的精力，奉献你的生命，奉献你的一切。我们的生命确实就是一个宣教的人生。还有最后，其实跟一开始第一点讲的很像，就是凡事都以祷告开始，也以祷告结束。最后要问大家，如果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一个人，这个人问你说富强教会在哪里，你会怎么回答？通常我们可能很快的回答地址，或者是我们赶快去用 Google Map 找出来说富强教会在什么什么地方。但是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你会跟别人说，我就是富强教会？有没有一天有人问你说富强教会在哪的时候，你会说我就是富强教会？我就是那个宣教的出口，我就是那个祝福的出口。宣教不一定要长篇大论，宣教有时候就是用我们的生命在影响别人的生命，那是超越语言的，超越文化的，超越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背景的。因为我们的教会的每位弟兄姐妹都可以成为那个祝福的出口，我们都可以成为是那个富强教会，我们都可以成为是那一间教会祝福人的教会。谢谢大家。